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點樣透過延伸活動嚟加強同小朋友講故事嘅學習效果。按住故事書嘅內容講完，唔代表真正完咗。一本故事書可以講多幾次，因為小朋友鍾意重複聽同一個故事，知道故事係按照佢哋嘅預期發展，會令佢哋感到安心同埋踏實，可以俾到小朋友熟悉感同埋滿足感。此外，我哋可以加啲活動，令小朋友更投入、更有得着。例如睇完3隻小豬，可以俾啲乾草、樹枝、石頭，俾小朋友試下邊種材料可以吹得喐。睇完茉莉醫生的神奇醫藥箱，可以用紙皮做醫藥箱，玩醫生遊戲。將故事延伸到生活，小朋友唔單止聽得開心，仲學得更深、更全面。